秀林乡公所于109年8月1号与秀林乡太鲁阁族猎人协会在本乡3站锤球场办理原住民族纪念日暨太鲁阁族猎人授证仪式。花莲领馆处长杨瑞芬、秀林乡长王玫瑰、协会理事长德拉尤岛、法福会原民中心主任蔡志维、代表邱慧英、白世义及各村村长以及部落事务组长皆一同到场参与盛会。林务局呢，其实是非常的荣幸可以来参与学习我们原住民的一个狩猎文化。那今天只是一个开始。那我也在这里宣布我们的理事长一直关注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共管机制要点到底什么时候会过跟大家报告，我们已经在8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实施了。感谢现在的政府听到了，也看到了我们原住民的心声，所以我们除了就是要成立这个协会之外，未来我们这个协会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替猎人争取权益，保护自己，也要保障我们的权益。我们未来目标是走向自治。那走向自治之前，一定要先跟政府做好共管。做好共管之前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猎人跟政府之间的合作。各村代表鸣枪及放狼烟宣誓后开始，未来猎人除了秉持传统狩猎规范，传承猎人文化，永续自治自然环境，亦将结合学术单位及政府机关合作机制，进行动物族群监测，以及建立山林巡护的保育体系。下一阶段将拓展至太鲁阁国家公园，将原本太鲁阁族与自然万物互为主体的保育观念重新附赠在太鲁阁族的土地上，进而实现太鲁阁民族自治的历史正义与民族大业。目前太鲁阁族猎人协会会员总计332人，获得猎人证资格者294人，后续获证者需完成本会开设自然生态保育、猎人文化培训、狩猎安全、法律规范及猎区踏查的课程满20小时之后，即发放猎人证。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报道。秀林乡的 LINE@ 官方账号正式上线喽！只要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或者在 LINE 搜寻 ID， 赶紧加入我们，即可获得乡内第一手消息。还在等什么？拿起你的手机加入我们吧！